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影讲，伫咱台湾各地头拢有各城的宗亲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宗亲的宗，读字往宗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宗本地意思是共生的人，咱讲是宗亲。宗亲嘛，当讲是共一个祖先有血缘关系亲族，有时阵是共生，有时阵嘛无一定有血缘关系。像讲张了简会互相讲伊是宗亲。另外宗嘛有传播一切为主的意思，像讲大宗嘛有人读做大宗。另外个宗教是一款的信仰，需要信仰者遵守相关的教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大宗，嘛会当读做大宗，会当讲是大量生产的物品，或者是大量大批产品物件。像讲糖甲米是台湾大宗的农产品。第二个词读做宗旨，意思是做代志的目的，或者是主要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公司经营的宗旨是服务社会，当年拢会捐大宗物资予更较偏僻的社会福利机构，互人足敬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